所以讲咧，人讲紧胖无好生啦，紧嫁无好大家啦，是紧嫁来紧做无好大家，哦，紧做无好大家啦，哦。所以讲起凡事，哦，咱拢会当稍安勿躁。当着代志的时阵，咱会当先冷静，爱当去家己想，咱要安怎来处理，要不要较 OK， 较会圆满。哦，袂使呢，会用一种血气之欲，啊，你听着尔就安怎？结果呢，富贵后壁一大笔，是啥？是拢负面。哦，啊，你起来呢唔好。哦，那么呢，意气用事，意气用事呢？也就是讲，凭着一时，哦，凭着一时所激发出来，哦，用着这种一时的想法，以家己的情绪啦，哦，以家己的个性啦，那么来咧处理代志，这种的代志无可能圆满，哦，这就是意气用事。那么开发了这个理念，当然呢，咱今日修的学道。别人了解这，哦，那么咱一定爱对内心内底的安怎来做一个调整、理路改变，哦，这是一定爱安尼做。那么呢，来公义不和，公义不和呢，那么夫公即不和，咱他说公义不和，伊就是遮尔固执，伊就是遮尔担负自用，无法度去接受。那么呢，三心了着，严严厉厉，伊无法度接受，咱嘛无法度接受。那安尼个三心了着不合，哦，所以不合才不可用。来讲讲，三合是啥？天时地利人和拢照顾着，叫做三合。安尼是不是上好？但是会当成就一切，但是。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哦，天道的应允，那么呢，地利就有重要的分量，但是失去了这个人和，重要的分量敢有路用？敢有？无路用啊！有得出头路吗？啊嘛，毋知要安怎出单嘛？哦，因为安怎讲呢？会合意见济。哦，若安尼呢，无法度是。所以，伫遮来讲，事无事法不合，处得不中；辅助不合，医势这个破无；家己不合，不能有道；夫妻不和，家室大凶。所以讲呢，南北安怎会当真正来做一个改变？一经来讲，两人同心，一人贯心，其利断金。两个人同心，其利断金哦。那如果大家咱10个人同心，大家共心，安尼呢？安那当然呢，所成就的就唔不止啦。所以讲呢，咱公理不合，安尼叫做恶气。所以他讲不急，即摆就恶气。虽然他多讲咱有法度忍耐，那么忍气吞声，但是这唔是上介好，是咱要安怎？把这个代志去做较好势，所以呢，而家爱甲你讲，五分做何以不语？咱今日去交世间的人，咱有亲口交亲口的人做伙，敢会使？会啦咱食菜交无食菜，咱敢会继续？敢会？迄个人无食菜，话紧啦何以不语？家己讲咱今日伊虽然是亲口所说。但是呢，当然社会人，莫讲社会人，咱今仔食菜嘛，还佫有不足的所在啦，敢是安尼？所以讲呢，咱交世俗的人做伙，咱爱和而不语。咱无想讲破坏的朋友看叫看，活叫趁这钱，咱的心肝强大就对啦。像讲安尼互趁软去，一个月趁3万，而且坐一个尔就趁3万所以讲呢，安尼无好趁。敢会使安尼？而且呢，咱爱去甲吐化，免啊甲伊度化，伊毋是去甲伊记，去甲伊记住，那就是错了。
所以讲咧，咱来合而不求，咱比一个咧，伫道场内底，比一个佛法今仔日拢会做唔着代志，会讲唔着话，咱敢会当想讲伊咧助你你家含迄话也讲出来，含迄代志也做出来啊，那安尼咱应该会使啊，敢会使？敢会使啦你互助理跳咧，安尼你嘛对伊跳咧咧，安尼是咱无对，是咱无得去啦，所以讲伫咧世间人来讲起，人讲人来讲会学交较深，袂学交较，但是咱逐个拢总是平等，咱毋通甲计较，这有钱，这无钱，这交我较有诶，这交我较无诶，伫这当中的分析评判，那么用家己伊诶欢喜。那么咧去建立，安尼去甲摆起，安尼所以讲咧，咱学义工多语言，咱自然咧，咱有法度达到圆融，而且当出污泥而不染，那么咧用力而不依，用在教，所以讲起咧，咱来守住，咱是咧意思是守道，外在即个啥咧？财色名食睡，那么有了这个财色名食睡呢，那么呢，你的聚焦对咱的应用，对咱的打动，咱一定要守住咱本来应该爱有的本分。唔通去互这个财色名食睡呢，甲咱影响，甲咱拖咧行。那安尼的话呢，会个失去了着。咱应有的这个本分，咱来到守住了这个中道，用中庸之道涵养着咱内在的德性，那么佮流露出来，所做出来，当然就有道的方法，道的方法，那么有道的方法呢，咱会感觉讲咱修道真正袂歹，人安尼咱修道了后，人安尼内容改变。看起来无共就是无共，安尼讲话呢，安尼有够听，有够好听，有够柔顺，人安尼做一个看起来，文一笔笔，一看就看着讲这咱就修道人。你讲话嘛，咱都是修道人，那么用安尼来圆风圆俗，毋通甲咱道场应付一个的情绪，希望讲甲咱道场一个应有的情绪。甲伊移风移俗，毋通咱修道的人去注重外口无好的风俗，带来这个道理，安尼所以讲咧，咱一定来守住着咱的本分啦。虽然他当然要讲会当做到水开，那以佛法来讲咧，伊都是但是嘛是爱来努力啦。那么国有道不变实业，但是讲咧，那么咧，就是讲咱伫修行学道来讲起，有可能伊还未修道，咱的环境无好，做唔真济。但是伫咱修道了后，当然咧，改观了着咱的性格，改变着咱的命。但是咱毋通，咱毋通。伫这个当中，袂记得着当时咱还未发达的时阵，毋通袂记得着咱个痛苦的时阵，咱讲过自代，那么咧，自卑啦，我真足无闲的，无用趁钱，要来道场，无用，天天遮自卑啦，我毋是出来，我是做爱出来，但是我即摆就较无用，伊来讲公司咧。转，看着迄钱愈来愈济，煞然放弃着这个修道，那么改变着当时对道这种的处事啦，所以讲咧，咱来把机缘，咱来善用时间，无用，咱搁去前进，咱咧前几只是拢食饱伊单来咧上班，但是安尼，毋是啦，拢嘛安尼破，安尼破，安尼配，安尼配，安尼巧，安尼巧。超无今仔日来礼拜，咱过以前你敢是安尼？是啦，大家拢卖袂拄啊好啦，就马屁袂拄啊好，但是
常常要跟回去较少，所以呢，咱超出了的宝贵时间，把握互咱成功表演的机会，先用着咱会当学习表演的机会。好，那么咱今日做教师咧讲道理，咱敢会当选择讲大班的人要讲，细班唔讲，敢会当？敢会？袂使啦，因为安怎讲咧？老师讲。伫咱当中一切拢总是普渡，拢总是普渡，少人嘛是咧普渡，侪人嘛是咧普渡。所以讲咧，伫即个所在，咱来拍，当个不嫌人，要互咱机会啊。无论讲侪人较少人，今仔日100个人若成就5个人，你功力敢有大？有啦所以咱唔看少人。